係啦，我哋一齊祈禱好嘛？我哋嘅天父主，我哋向你獻上感恩。感恩嘅係你俾我哋能夠可以圍住埋一齊。我哋喺網上邊冇呢個地域嘅界限，我哋一齊嘅嚟到去睇主你俾我哋嘅聖經，睇你主你俾我哋嘅話語。可能求你俾我哋今日，我哋大家都有所嘅領受，讓我哋從你嘅經文嘅裏面話俾我哋聽，究竟其實我哋有啲乜嘢要被提醒，有啲乜嘢我哋要改進，以致我哋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嘅裏面，我哋更加嘅能夠去為主你作見證。天父啊，就求你祝福我哋一陣間落嚟嘅時間，我哋咁樣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門。阿門。好，咁咧，我哋今日查就查18章後面咧，咁但係我哋由17章嘅第26節，我哋開始睇，因為我哋點解我撳唔到嘅？等我一陣啊，睇唔睇到 PowerPoint 啊？而家你睇到啊？嗬，睇唔睇到啊？睇到啦，睇到嗬，好嘅，睇到 OK。好，咁啊，大家記得啦，18章一開始話耶穌說了這話啊嘛，咁啊耶穌說咗啲咩話咧？咁啊，我哋就由17章尾一路讀到落去19章嘅第16節，好嘛？我哋一齊讀。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藉着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父你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好讓世人信是你差我來的。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你差我來的，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使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世以前，你已經愛我了。公然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來的，我已讓他們認識你的名，還要讓他們認識，好讓你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在那裏聚集。猶大領了一隊兵，以及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性警衛，拿着燈籠、火把和兵器來到園裏。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回答他：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出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一起。耶穌一對他們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他又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回答：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的是我，就讓這些人走吧。這要應驗耶穌說過的話：你所賜給我的人，我一個也不失落。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於是耶穌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給我的杯，我豈可不喝呢？那隊兵千夫長和猶太人的警衛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先帶到亞拿面前，因為他就是那年的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忠告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那個人。西門彼得跟着耶穌，另一個門徒也跟着。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那看門的侍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我不是。僕人和警衛因為天冷生了炭火，站在那裏取暖。彼得也同他們站着取暖。
於是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耶穌回答他：我一向都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我常在會堂和聖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我私下並沒有講什麼。你為什麼問我呢？去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耶穌說了這些話，旁邊站着的一個警衛打了他一個耳光，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耶穌回答他：假如我說的不對，你指正不對的地方；假如我說的對，你為什麼打我呢？於是亞拿把耶穌綁着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西門彼得站着取暖，有人對他說：你不是他的門徒嗎？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彼得又不承認，立刻雞就叫了。他們把耶穌從該亞法那裏押到總督府，那時是清早。他們自己卻不進總督府，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筵席。於是比拉多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是什麼事呢？他們回答他說：這人若不作惡，我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了。比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帶他去，按照你們的律法問他吧。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這是要應驗耶穌所說，把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於是比拉多又進了總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這話是你說的，還是別人論到我時對你說的呢？比拉多回答：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的同胞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呢？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於這世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於是比拉多對他說：那麼你是王了？耶穌回答：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比拉多對他說：真理是什麼？說了這話，比拉多又出來對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前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這猶太人的王嗎？他們又再喊說：不要這人，要巴拉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於是比拉多命令把耶穌帶去鞭打了，士兵用荊棘編了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又走到他面前說：萬歲，猶太人的王！他們就打他耳光。比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看，我帶他出來見你們，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耶穌出來，帶着荊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對他們說：看啊，這個人！祭司長和聖殿警衛看見他，就喊着說：釘十字架，釘十字架！比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猶太人回答他：我們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自以為是神的兒子。比拉多聽見這話，就越發害怕，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你是哪裏來的？耶穌不回答。於是比拉多對他說：你不對我說話嗎？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耶穌回答他：若不是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從此比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着說：
你若釋放這個人，你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凡自立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彼拉多聽見這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叫鋪華石處，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那日是逾節的預備日，約在正午。彼拉多對猶大人說：看啊，你們的王！他們就喊着：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釘十字架。彼拉多對他們說：要我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好，大家其實呢段經文完全唔陌生，係咪？大家耳熟能詳啦，對個古仔。但係我哋咁樣一次過一氣呵成嚟到去讀嘅時候，大家個腦海裏面同你以往一路有嘅嘢有冇啲乜嘢出入？有冇啲乜嘢特別？你察覺同以前你冇為意到，而家留意到？又或者同你腦裏面有冇啲乜嘢嘢，你係從來冇諗過，突然之間睇到㗎？有冇人啊？睇到嗰啲猶太人啦，佢哋在場嗰啲猶太人啦，同埋嗰個巡撫啦，嗰個彼拉多，嗯哼，個立場係好唔同嘅。嗯哼，個立場好唔同。OK，誒當然啦，嗰個彼拉多咧係想自親自愛嘅，但係群情洶湧，好似都好難辦嘅呢件事。但係我哋再睇翻個大情景咧，就係耶穌係已經走上神俾佢嗰條路，即係差唔多係最後嗰個關頭。有好多嘢佢亦都唔由得佢去即係去同我哋對抗。嗯哼，OK，我有一樣唔係好明咧，就係話，嗯，其實猶太人佢哋有冇選擇咧？即係佢哋係情緒化定係咩？點解一定要置耶穌於死地咧？OK，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你呢個問題咧，同我哋今日一開始讀嗰段咧，其實你會發覺有一個好大嘅反差。記唔記得我話好似第17章？其實記唔記得我講過就係其實耶穌以一個乜嘢嘅心態去講嗰個嘅祈禱啊？記唔記得？佢就嚟要上刑場啦。咁樣我哋講到好似我哋講過咧，就話好似點啊？啲我哋睇古代即係武俠小說咧，啲大佬要準備上刑場啦。咁跟住個大佬就同啲僆講啦：嗱，我而家咧就上刑場啦，將所有嘅嘢就交晒俾阿二當家。有啲乜嘢事，二當家睇住你哋，你哋唔需要擔心。OK？記唔記得我哋講過呢一樣嘢？第17章個禱告其實有啲咁樣嘅意識，所以頭先我哋讀嗰段字一路就係話你又在我裏面，我又在你裏面。咁其實講完晒之後，其實就係話你哋要合一，但係其實最主要個合一就係咩啊？就係神自己嘅三位一體喺中間點樣用聖父、聖子、聖靈三樣嘢嚟到一齊睇住即係睇住屬於神嘅人啊嘛。然之後去到我哋未去到回應阿 Alex 頭先個問號嘅時候，我哋上一次18章第一至到第廿七節，係啦，去到廿七節嘅時候，發生咗兩件事，即係我哋話約翰其實用咗即係用佢嘅描述嘅裏面，其實發生咗兩大嘅項目。係邊兩個大嘅項目啊？
佢形容咗兩樣嘢，即係18章。耶穌被捕，一個就係佢哋拉耶穌嘅情景，另外一個咧3次不認主，吓，彼得3次不認主。彼得3次不認主。OK，好啦，先講耶穌被捕先。大家記唔記得嗱？耶穌被捕有幾多？有耶穌被人拉嘅時候有幾多人喺度？好多人，好多人。OK，點解我哋會覺得好多人？因為千夫長帶咗好多人。係因為連千夫長都喺度啊嘛，少極有限啦，係咪？好啦，佢約翰表達出嚟嘅耶穌俾人拉，我唔理你有幾多人，耶穌講咗句乜嘢令到佢哋褪後啊？耶穌講咗句咩啊？講咗好緊要啊！呢句嘢，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OK，乜嘢係我就是啊？ AM 即係乜嘢？我哋講嘅嘢呢句嘢有乜嘢特別令到佢哋會跌去後面啊？同以前嘅一樣，I am who I am。乜嘢叫做 I am who I am？ 點解就咁佢講 I am 等同乜嘢啊？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I am 係等同耶和華同人講佢個名，因為大家記唔記得就係話耶和華其實喺原文係出唔到聲噶嘛。所以對於佢哋嚟講 I am 就係等於翻神就係同你講我嚟噶咁，所以咧就嚇到班人一仆一碌咁樣樣。咁耶穌就話我就係啦，咁佢哋就拉走咗佢啦。OK，你會見到約翰喺中間有一個嘅描述。OK， 對呢一班人有一個描述。第二個嘅描述係邊個話？彼得。你唔記得彼得？其實佢可唔可以？佢有冇需要喺中間唔認主啊？根據約翰嘅記錄，咁當然我哋個梗係話，冇需要啦咁。但係約翰點樣形容？其實佢係冇需要，因為係，咦？如果唔喺度嘅，係如果唔知點解跌咗出嚟，係翻咗入嚟啦，係啦，要翻入嚟，係啦。無端端佢踢咗我出去嘅。我諗係你嘅 internet 啦，我哋講個係嘢突然間唔見咗你嘅係。哇，係啊，哦，唔好意思啊。唔緊要，冇問題。係啦，我哋講到彼得 ，OK， 彼得3次不認主 ，OK， 但係約翰點樣去形容其實彼得係真係刻意地唔認主啊？佢第一次唔認主嘅情況係點樣嘅？第一次係喺，即係佢約翰就帶佢入去，約翰就係神嘅主耶穌嘅門徒嘛，約翰就帶佢入去大祭司嗰度嘛，咁去到嗰度之後就應該有人認得佢咯，佢帶咗佢入去大祭司嗰度，有人認得佢喎。個問題係邊個帶佢入去大祭司嗰度？約翰啊嘛。約翰寫大祭司所認識嗰個門徒出來，對看門嘅侍女說咗一聲，就帶彼得入去。跟住邊個問彼得啊？記唔記得啊？咪就係呢個看門嘅侍女去問彼得咯。你不也是？即係其實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其實可能佢哋都知道邊個會係另外一個門徒啊。約翰都係耶穌嘅門徒喎。但係當佢哋見到彼得嘅時候，咦？你唔係都係咩？其實約翰帶佢入去，係人都知道約翰都係耶穌嘅門徒，佢冇否認喎。但係佢就講咗一句：我不是。嗱，你會發覺喺約翰嘅形容嘅裏面，
你會發覺係形容咗兩批人喺中間對住耶穌嘅反應。第一批人嘅反應係咩啊？錯綜複雜，因為聽見佢話佢自己係邊個嘅時候，佢哋點啊？就一鋪一碌，但係佢哋又要點啊？又要拉佢喎，OK？拉佢去，OK？有一個好大個嘅反應就係，拉咗去呢個大祭司嘅外父嗰度，OK？去咗亞拿嘅屋企，係咪？好啦，呢一班人有一個特定嘅反應，係表示咗耶穌喺中間同佢哋中間嘅一個關係。好啦，一陣間我哋再講呢樣嘢。去到大祭司度，大祭司同佢有啲乜嘢交流啊？記唔記得？大祭司同佢嘅溝通講咗啲乜嘢啊？問佢嘅教訓咯，問佢哋教啲咩啊嘛？係咪？好啦，耶穌點答啊？你唔好問我咯，你問啲聽到嗰啲人啦，係啦，聽到嗰啲人咯。即係等如果而家有人問我 Kelvin 風，你教嗰啲咩啊？咁跟住我只會好簡單一句啫。喂，問下呢一班人，你哋咪知道我教嗰啲咩咯？原因係乜嘢啊？原因係我講嘅嘢係一樣嘢啫。但係呢度我哋有另外嘅6個嘅群體嘅裏面，可能佢哋對我所講嘅 interpretation 會有唔同嘅喎。係咪？例如好簡單，OK，借二安抄做個例子，佢熄咗咪冇得反駁我。OK，我話 OK，我而家講一句，二安抄真係靚女啦咁，大家會有咩反應？有啲 agree，有啲唔 agree 咯。可能有啲 agree，有啲唔 agree 咯。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其實我喺度揶揄緊啊，即係二安抄。但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係讚賞緊二安抄咯。有啲人可能會覺得 Kelvin 風口花花咯。但係有啲人可能覺得 Kelvin 風係講真心話咯。每人嘅 interpretation 唔同嘅時候，變咗對耶穌嗰番嘅說話可以有唔同嘅演繹。嗱，呢一個暗地裏嘅裏面衍生出一個咩啊？當佢哋話耶穌話佢自己係王，喂，唔係我講嘅，係你哋覺得係啫噃。耶穌話佢自己係神，喂，係你哋覺得係。你要記得耶穌由頭到尾淨係講話嗰個係我嘅父啫喎，係你哋究竟 interpret 緊啲乜嘢？唔係我講緊啲咩，所以我講啲乜嘢其實冇意思嘅。其實等同其實一樣啊！我哋而家咁啊，我喺度講呢啲嘢，其實我講啲乜嘢有冇意思啊？高人高有，但係亦都冇意思嘅一樣嘢，因為係乜嘢啊？其實我講啲乜嘢係在乎於你哋聽乜嘢啊嘛。究竟你哋喺中間接收到嘅信息係啲乜嘢？嗱，所以喺呢度要表達嘅其實唔係在乎於亞拿呢一個人，因為亞拿喺中間只係去咗，就亞拿只不過係因為同大祭司該亞法有關係，而該亞法講咗句乜嘢啊？就係同樣地有異曲同工之妙嘅一句說話，就係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你就會發覺呢一句嘅說話喺耶穌死前死後可以有好大分別。係咪啊？有咩分別啊？死之前就係話，如果呢個人唔死啊，你哋死，所以佢死啊，對你嚟講有好處嘅。但係我哋而家死咗之後，我哋調翻轉頭就真係會覺得咩啊？呢個人死咗就真係對你哋嚟講有好處。同一句嘅說話可以有唔同嘅 presentation。同一句嘅說話可以有唔同嘅 interpretation。嗱，所以喺中間，當我哋要去睇嘅時候，你就會發覺，
約翰喺18章頭嗰即係嗰2個或者3個嘅場景嘅裏面，你會見到佢嘅描述緊3批人對耶穌嘅反應。OK， 好啦，當我哋如果見到呢一樣嘢，就係一路約翰用唔同嘅模式嚟對表達呢3批人對耶穌嘅反應。OK， 跟住就我哋去答 Alex 個問題啦。其實我哋今晚成晚其實係答 Alex 個問題嘅啫。你覺得頭先好似阿 Alex 講話，喂，好似大家猶太人同比拉多，好似大家個反應好唔同喎。有乜嘢唔同啊？大家覺得有乜嘢唔同？比拉多覺得耶穌冇罪咯，比拉多覺得耶穌冇罪，點解佢覺得耶穌冇罪？因為佢哋指控嗰啲嘢，佢即係在佢嚟講，佢又唔係有啲乜嘢，即係你話哦，佢係猶太皇，但係即係在比拉多嚟講，佢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係唔係喺佢羅馬政府上有咩罪咯？初係冇嘅。嚇，嗱，你就會發覺約翰嘅形容咧係慢慢演變出嚟嘅。嗯，初冇嘅定義係乜嘢啊？佢哋揾乜嘢嚟到告耶穌啊？初話佢係神嘅兒子。 OK， 如果喺呢度嘅形容都未去到嘅，嗯一開始佢哋將佢帶到去嘅時候，當比拉多問佢：你哋告呢個人告乜嘢啊？佢哋講咩啊？我係有罪咯，話佢有咩罪？佢換逆罪。你清楚，其實喺約翰嘅係佢哋喺另外一啲我哋平時睇嗰啲古仔裏面講。係約翰呢度冇寫。呢度咧，淨係講嘢就係這人若不作惡，我哋就唔會交俾你啦。但係佢作咩惡咧？其實個定位在乎於佢作乜嘢惡，究竟喺羅馬裏面有冇罪？OK， 你會發覺猶太人喺呢度點樣答啊？比拉多話：喂，有惡，所以我哋將佢交俾你。跟住比拉多答佢咩啊？咁你哋咪自己去審佢咯。嗯，咁猶太人答咩啊？佢哋唔可以判佢死刑。錯，佢哋唔係唔可以判佢死刑。冇殺人嘅權柄。即係唔可以殺人，我面啊，兩樣唔同嘅嘢嚟嘅喎。係啊。Blasphemy 係可以死刑，不過個問題你要講得掂羅馬人嘅律法，以致羅馬人先至可以令到佢死。有冇睇到呢個分別啊？Blasphemy 係可以揾石頭掟死佢。但係個問題，如果你想要肯定佢死嘅話，你就要用羅馬嘅律法俾佢上十字架。嗱，所以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嘅。初嘅時候，其實猶太人同比拉多去講話要佢殺佢嘅時候，佢哋只不過話佢哋沒有殺人嘅權柄，縱然佢哋都係講話佢即係去 blasphemy， 但係喺羅馬嘅律法冇 blasphemy， 喺羅馬嘅律法包都係佢又通街都係神罰噶啦。你就發覺跟住佢哋講嘅係乜嘢啊？又安個罪名俾佢喎，好似安咗個咩罪名俾佢？猶太人個王咯。猶太人嘅王係咩罪名？因為喺當時羅馬咧，王只有羅馬嗰個王，明嗎？就算我俾你係地區嘅王，你都瀨嘢啦，係咪啊？你講話自己係猶太人嘅王嗱，所以你就會發覺嗰個罪名喺猶太人嘅口中係點啊？改變緊嘅，係，因為本身喺猶太人嘅律法可以定佢罪，
嗯但係羅馬人嘅律法裏面定唔到。嗯所以比拉多話佢冇罪嘅定義，係因為比拉多基於喺一個猶太人嘅律法裏面，關我鬼事。嗯係一個羅馬人嘅律法，喂，我揾唔到佢有罪喎。所以當佢哋將個控罪改變咗，猶太人跟住講咩啊？哦，佢話佢係猶太人嘅王，嗯跟住比拉多就又去問佢啦。喂，佢哋話你咁講喎，耶穌點答啊？佢問呢句說話係你自己講啊，定係別人講我嗰陣時對我講？我講我自己係猶太人嘅王，我冇講過嘢喎。記唔記得響翻之前？嗯突然間 blank 咗個名喺外父嗰度俾人問嘅時候，OK，係啦，阿娜係啦，阿娜外父嘅時候，喂，我冇講過嘢喎，我冇講我自己係王喎。你記唔記得其實喺約翰嘅記述嘅裏面，甚至乎或者其實喺福音書嘅敘述嘅裏面，其實耶穌冇講過自己係王。嗯耶穌一路講緊嘅係話我係父差我嚟，所以關我係猶太人嘅王咩事啊？嗱，唔代表佢唔係啊，嗯只不過呢一句嘢從來冇喺耶穌口中講出嚟。所以比拉多答咩啊？難道我是猶太人咩？喂，嗯大佬，我冇聽過你講嘅喎，係你啲同胞同你哋嘅祭司長，即係你哋嘅領袖，將你交俾我。喂，坦白講，老老實實講，你做咗啲乜嘢？究竟而家邊個審緊啲乜嘢？審人應該 suppose 係我有個罪狀，我有一紮嘅嘢，跟住我話喂，我覺得你呢度做錯咗喎，你認唔認同？係咪？審判嘅就係咁噶嘛。嗯有人告你，有人告你呢啲嘢，你認唔認同？你有啲乜嘢反駁？但係而家比拉多答唔係喎，喂，其實我唔知道咩事發生緊。係你啲同胞將你交俾我，係猶太人嘅領袖將你呢個猶太人帶到嚟我度，跟住佢哋話你喺中間，你係猶太人嘅王。耶穌跟住點答啊？嗯耶穌答咩啊？佢有冇承認自己係王啊？真係冇。我嘅國唔屬呢個世界。其實你問我，佢有冇承認自己係王？佢冇承認到自己係王嘅同時，其實佢講緊自己係王。天國嘅王。佢話我嘅國同你嘅國唔一樣，我嘅國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嗯如果我嘅國屬於呢個世界嘅話，跟住係講咩啊？打仗咯，佢唔係話打仗，佢話咩啊？我嗰啲嘅神僕必要爭戰。我嘅部下就會為我戰鬥啦。呢一句嘢咧係約翰有心寫出嚟。約翰寫緊俾咩人啊？呢一個書卷寫俾佢嗰啲信徒。寫緊俾乜嘢嘅信徒？啲信徒點解要佢寫呢一篇嘢？記唔記得？有糾纏。佢哋懷疑啊嘛，唔知道耶穌究竟係邊個啊嘛，開始懷疑緊究竟我哋有冇信錯耶穌啊嘛。嗯約翰就寫呢一句啦。如果你係屬於耶穌嘅，你會點啊？嗯會點啊？如果我哋係屬於耶穌嘅，我哋理應係為耶穌做啲咩啊？爭戰。講好似好簡單，哇！我哋為主作見證咯，咁係咪？我哋個個都識講，但係你會發覺約翰呢度講一句嘢好深奧。嗯又或者佢形容耶穌講呢一句嘢，其實唔係咁容易去明白。
我嘅國不屬於我嘅世界，我嘅國若屬於呢個世界，我嘅部下就為我而戰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耶穌講呢句嘢係咩意思啊？同我哋好息息相關嘅今日。即係話佢個國唔係從呢個世界嗰度嚟嘅。可以咁諗，仲有咧？如果個國有係喺永生，阿 Frida，耶穌嘅國，耶穌嘅國係有永生咯，同世界耶穌嘅國有永生，仲有咧？呢個勢力係由神嗰度嚟嘅，勢力從神而嚟。係係發唔發覺大家喺度討論緊，都仲係講緊天國Already and not yet。猶太人其實自居係乜嘢啊？神嘅子民，揀選乜嘢叫神嘅子民？神揀選嘅子民。乜嘢叫神揀選嘅子民？屬於神嘅咯。咁咪即係屬於神嘅國咯。如果唔係點解叫子民啊？佢哋成日都覺得以色列國係屬於神嘅國啊嘛。佢哋俾人搶咗，佢哋埋怨緊神喺中間，你做乜要俾我哋俾人滅國噶嘛？佢哋係覺得佢哋屬於神嘅國噶，但係最諷刺嘅一樣嘢係乜嘢啊？佢哋覺得佢哋係屬於神嘅國啫，神點睇啊？I'm sorry， 如果我嘅國嘅國民會點啊？為咗去作見證，為咗去理應你會為我戰鬥。跟住佢講一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邊個話？猶太人，即係話猶太人，你以為你自己屬於我嘅國？對唔住 ，I'm so sorry。Who are you？ You don't belong。見唔見到呢一度啊？所以當我哋去睇話，哇！我哋成個我哋一下子就係講天國啊，跟住我哋仲要主禱文喺度念，哇！咩啊？我們在天上的父，跟住點啊？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第三句係咩啊？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國降臨。邊個係神嘅國先？當我哋喺中間話願神嘅國降臨嘅時候，我哋同呢個國有咩關係先？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同呢個國係有關係嘅時候，我哋嘅職分就係乜嘢啊？戰鬥咯。好緊要喎呢樣嘢，神喺中間要我哋係戰鬥，唔係喺中間我哋坐喺度攤頭喎。耶穌呢度話呢一班人如果係屬於我嘅話，佢哋係會 fight， 係打仗，係為神嘅國打仗。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呢班人俾咗交咗我俾猶太人，然之後又再擺嚟你嗰度，所以你嘅國同我嘅國係點啊？ I'm so sorry， 你問我係咪猶太人嘅王？我係一個王，不過我係屬於天國嘅王，我係屬於神嘅國度嘅王。咁我係咪呢一班猶太人嘅王就你決定啦？猶太人係咪屬於我嘅國嘅國民啊？係定唔係啊？大家覺得有啲係，有啲唔係。所以呢句嘢係好可圈可點嘅。仲有喎，亦都可以問翻啲猶太人，究竟佢哋認為佢係屬於神國裏邊嘅人啦，定係佢哋應該稱神係佢哋嘅王啊？定係
羅馬嘅王係佢哋嘅王啊。你明唔明啊？其實好多嘅挑戰喺呢一句嘅說話嘅裏面。學阿 Alex 話齋，究竟佢哋係屬於神嘅角度，定係屬於羅馬嘅角度？呢個第一個問號。第二個問號係當佢哋自己覺得係神嘅角度嘅時候，神又覺唔覺得佢哋係喺神嘅角度裏面？呢個係第二個嘅問號。無論講緊地上面嘅國，天上面嘅國，當佢話猶太人嘅王，what does it mean by猶太人嘅王？猶太人係一個國度咩？冇啊，對唔住，你個國俾人滅咗啦。猶太人嘅民族咩？對唔住喎，你話呢個民族係屬於神嘅，所以你覺得呢一個猶太人嘅王係有問題，但係個問題，神嘅國又唔認你啊。所以某程度上，對唔住，我係王，不過我呢個王係屬於我嘅國度，你呢一班人覺唔覺得我係屬於你嘅國度？我唔知噃。其實點解話同我哋今日息息相關啊？我哋呢度1、2、3、4、5、6、7個人坐咗喺度，我哋話我哋屬於神嘅國度，但係調翻轉頭，我哋仲要點解？我哋會覺得我哋係唔係啊？我哋要問一個問題係咪？因為我哋仲要經歷審判啊嘛。審判完嘅時候，我哋就知道自己我哋係唔係啦。其實同猶太人一樣，其實我哋係唔係咧？我哋覺得我係嘅，點知道審判嘅時候，神就會問一個問題：Calvin Who are you？哦，我係你嘅傳道人咯。神話吓，你真係 Who are you？ 記唔記得約翰福音嘅裏面已經2次喺中間耶穌話乜嘢啊？好多人信耶穌，不過點啊？耶穌話我不認識你。所以呢一番嘅說話喺當時嘅無論猶太人好基督徒好，聽落去其實係有另一番嘅滋味。Who are you？ 你而家開始質疑緊耶穌，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真正相信耶穌，你真正屬於耶穌嘅人，耶穌就話我嘅部下就會為我戰鬥。咁你就問翻你自己啦，你係咪屬於耶穌嘅人啊？我嘅國不屬於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屬於天國嘅十國度。咁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唔係真係屬於天國嘅子民呢？其實對於猶太人嚟講，對於我哋今日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問號。所以當比拉多話咩啊？那麼你是王了？耶穌點答佢啊？唔係我講啊，耶穌話唔係我啊，耶穌話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我係作天國嘅王，我亦都為此來呢個世界給真理作見證。你會發覺耶穌嘅答案，我哋今日我哋可能估到究竟耶穌想講乜，但係你諗下當時嘅人知唔知耶穌講乜？由比拉多唔知，去到早期教會唔知，去到甚至乎而家咧寫約翰福音嘅年代，約翰福音聽約翰福音嘅人究竟知唔知？去到我哋今時今日，其實我哋知唔知呢句說話講緊啲乜嘢？耶穌話是你說我是王，但係佢又冇否認，係你話我係王啫。不過我亦都係為咗王而生，我為作王而生，我為此來到呢個世界上邊。係為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嘅人都聽我嘅話。所以你發覺比拉多問一個咩問題啊？講完呢句嘢之後，乜嘢係真理啊？正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係天國嘅子民。哇！即係我哋彼得前書啊嘛，哇講到好勁啊嘛，係咪？我哋係天國嘅子民，係神國嘅咩啊？係咪？哇！講完一大輪嘢，係乜嘢嚟啊？我哋話我哋係聖潔嘅國度，乜嘢嚟啊？係屬神嘅子民，咩嚟啊？
真理是什麼？嗯嗱，所以你會發覺去到呢一度嘅時候，耶穌喺中間俾佢嘅答案，彼拉多睇到啲乜嘢啊？彼拉多睇到啲乜嘢出嚟啊？睇唔到耶穌犯咗咩罪喎？點解啊？即係喺佢嘅角度嚟睇，佢又唔係犯咗羅馬咩法例。如果佢話我係猶太人嘅王，死得啦。但係耶穌冇話喎，耶穌話我係王，不過唔係你嘅王。個王國唔喺地上，我個王國都唔喺地上。喂，衰啲嗰句，如果今時今日我同大家講呢一番說話，你會覺得我係咩啊？傻嘅呢個人，大佬捉你入青山啦，係咪？但係正正亦都係因為呢樣嘢，所以彼得話乜嘢啊？唔係彼拉多話乜嘢啊？我查唔到佢有咩罪狀。嗯你猶太人，如果你話係 blasphemy，咁你自己掟死佢咯。但係你又唔係要我去殺佢喎。咁即係話你覺得係需要有羅馬嘅罪狀，但係羅馬我又揾唔到羅馬嘅罪狀裏面有啲乜嘢可以殺到佢。所以簡單啲，我問你啦，即係彼拉多就喺度問啦，喂，你哋不嬲傳統裏面有個人要放啊，放邊個啊？放佢啦，好唔好啊？跟住佢哋話咩啊？唔要，放呢個要放邊個？強盜巴拉巴。巴拉巴。OK，你會發覺跟住一路啊，又話咩猶太人嘅王啊，帶住一路講到第19章第5節，彼拉多都仲佢哋同佢哋講，嗱，你睇下呢個人 ，OK， 看這個人 ，OK， 呢一句嘢初應該原文裏面只係一個簡單嘅一個 one single man，OK，咁但係開始後尾就有人慢慢演繹嘅就話，OK 呢個人呢個字咧可以有一個holy man 咁啊，咁但係跟住天主教就一路衍生落去更加多嘅諗法啦，OK，就繼續講落去啦。咁但係好簡單啦，你睇下呢個人，佢唔係講呢個王，亦都唔係講你哋嘅咩呢個人 ，OK， 邊個將佢釘十字架？係猶太人咯。祭司長同聖殿警衛，猶太人最重要嘅階層，釘十字架。彼拉多答一句咩啊？你哋自己將佢釘咯，關我鬼事啊！我哋有律法，按照我哋嘅律法，佢應該係死嘅，因為佢自以為是神的兒子。嗱，blasphemy。彼拉多聽見呢樣嘢就驚啦，驚咩啊？話如果佢真係神嘅仔，驚死佢。點算啊？所以佢又入翻去喎。你發覺約翰好奇怪喎，就係呢啲咁樣嘅對話。你記得我成日都話噶，約厘啲對話超級無厘頭噶嘛，係咪？個對話係乜嘢？你喺邊度嚟噶？喂，佢哋話你話係神嘅兒子喎。耶穌答佢咩啊？好奇怪喎！耶穌調翻轉頭，今次係粒聲唔出，唔答嘢。彼拉呢度講，你知唔知我有權釋放你，亦都有權擺你上十字架。但係耶穌講咗句咩啊？
耶穌講咗句咩啊？我唔係上頭賜俾你嘅，你就冇辦法辦我，所以我就交俾你嗰個人。嗰個人咧係個罪更重，即係即係咩意思？將耶穌交出嚟嗰個人，即係講耶穌講緊嘅一樣嘢就係、上十字，即係我而家用馬後炮嘅角色嚟到去討論翻呢樣嘢。耶穌佢講緊咩？係我要上十字架，唔係你將我釘十字架。如果我要唔上十字架，憑你啊，即係我用我嘅觀點與角度去討論啊。OK，我要唔上去嘅話，憑你。OK，所以彼拉多聽完呢句說話之後，佢有冇做嘢啊？冇。但係到咩人做嘢啊？猶太人講咩啊？猶太人見彼拉多唔肯去將佢釘十字架嘅時候，猶太人講咩啊？呢個人會殺嘅，你唔殺死呢個人，你就唔係凱撒嘅忠臣。哇！你會發覺呢一個控訴好犀利嘅。第一，佢哋寧願唔要神，要凱撒。第二，猶太人係利用呢一種，當佢哋話喺中間話佢唔係凱撒嘅忠臣嘅時候，就會點啊？控訴嘅啦。控訴彼拉多嘅咯，嗯就會引起咩啊？騷亂嘅咯。羅馬帝國最驚咩啊？騷亂啊嘛。就OK，所以你會發覺猶太人喺呢一度係攞正咗彼拉多嘅弱點。OK，記唔記得彼拉多憑乜嘢喺中間想金盆洗手啊？睇下大家記唔記得啲古仔先。吓？邊個講嘢？聽唔到。阿欣，記唔記得點解彼拉多上金盆洗手啊？佢驚話自己冇做，唔即係唔係去笑啊！唔係，你完全 miss 咗個 point 啊！有一個 point 好緊要噶，不過呢度冇寫。我係咪話佢老婆發咗個夢，其實係哦即係佢真係一個王嚟㗎，即係咁 something like that。記唔記得啊？馬但太你發覺好奇怪喎，約翰提都冇提喎，點解約翰唔提啊？俾大家估下。點解約翰唔提啊？佢收唔到風啊！我覺得佢係有唔需要，即係佢係有錯，唔係好似佢第一，喺聖經裏面咧，聽女人講嗰啲人有咩下場？對唔住啊，即係聽落好似好性別歧視，但係你發覺喺聖經嘅裏面咧，大部分即係驚女人、怕女人而聽女人講嘢嗰啲啦，全部都冇好下場嘅，去到後尾都係衰收尾嘅。OK 吓，無論大衛又好，OK，無論講緊嘅係參孫又好，幾同神好有關係嗰啲都好啦，都係去到最後因為聽女人講而衰收尾。OK，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啲嘅嘢，約翰更加唔會擺呢一樣嘢出嚟。
呢個就去翻頭先 Alex 問嗰個問題，約翰點解要寫呢段嘢出嚟啊？比拉多同耶穌嘅關係，約翰而家點樣去形容？佢想帶出比拉多同耶穌係一個乜嘢嘅關係？其實比拉多的信地係都係，但係有好多嘢驚，最後尾去選擇咩啊？選擇就都唔去信，即係唔去接受耶穌基督係呢個神其實差佢佢冇帶出呢樣嘢喎，呢個係我哋 interpret 嘅啫喎。咁啊係。其實你會發覺咧，喺呢度約翰刻意嘅去描述比拉多係好金盆洗手，唔係聽個老婆講嘅，所以佢刻意唔提呢樣嘢，係刻意去提出比拉多喺中間係唔會係一路唔去做審判呢個工作。係咪好奇怪啊？如果我哋繼續睇落去嘅話，你會發覺約翰好刻意係講邊個將耶穌釘十字架？係咪比拉多？猶太人祭司長地，其實係猶太人自己將耶穌釘十字架，唔好賴羅馬嘅長官。猶太人點講啊？除掉他，把釘十字架。比拉多同佢哋講：要我將你哋嘅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答一句咩啊？除咗凱撒，我們沒有王。神去咗邊？如果呢一個佢自認係猶太人嘅王，佢自認喺中間係神嘅兒子，你覺得佢唔啱？你覺得佢 blasphemy，咪你猶太人去用神嘅名字嚟到去懲罰佢咯？I know，佢哋調翻轉頭係借羅馬人嘅手，唔敢以神嘅名字嚟到控訴。你見到約翰呢個嘅描述係好特別，專登將比拉多嗰個審判嘅角色顯露咗出嚟，係咩啊？佢有冇做審判嘅工作？係冇。邊個喺度做緊審判啊？猶太人。但係猶太人有冇審判嘅角色啊？見唔見到呢個嘅角色嗰個撈嗰個叫混亂啊？應該做審判嗰個冇審判，竟然將呢一個審判嘅權柄交咗俾咩啊？一班冇審判權柄嘅人。佢話我想講，其實如果比拉多要釋放佢得唔得啊？得。講一句，我放佢就放佢咯。但係基於佢喺中間害怕群情洶湧，佢冇做到佢一個正確應該要做審判嘅工作。調翻轉頭就被猶太人呢一啲人冇審判嘅工作嘅，冇審判呢個權柄嘅人，調翻轉頭支配咗佢。所以猶太人係以一個冇咁樣身份角色嘅狀態底下，強行嚟到去作出呢個審判。見唔見到約翰想去嘅描述啊？約翰嘅描述簡單啲一句，耶穌上十字架，唔係其他人將佢擺上去，
係猶太人自己將猶太人嘅王擺上十字架嘅上面，係猶太人自把自為，冇呢個嘅審判嘅權柄，但係自己去作出呢個審判嘅工作。係猶太人自己放棄咗可以以神作王嘅權柄，寧願選擇凱撒為王。記唔記得啊？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其實佢哋可以唔需要將佢掟十字架噶，佢一樣佢哋可以用石頭掟佢，個波掟未必死咁解啫嘛。佢哋可以噶喎，佢哋知唔知道自己有問號啊？知，如果唔係，點解佢哋唔入去祭司總督府啊？記唔記得點解佢哋唔入去總督府啊？逾越節就到，關咩事啊？佢總督府有外邦人嗰度，咁佢要守翻事，入咗總督府嘅地方會點啊？污穢，點解污穢啊？哇，有乜嘢先至會污穢啊？殺人、血啊，殺人啦、血啦，所以佢哋自己以為自己好乾淨。你見唔見到約翰專登刻意就係話，你以為你自己好乾淨？哦，我專登我唔入去，跟住喺中間我唔入去啦，我可以留受逾越節晚餐。但係約翰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講翻出嚟，你呢一班人，你以為係屬於神國度嘅人，但係其實耶穌冇理過你，根本上冇當過你係神國嘅人。去到最後，你喺中間，你自己放棄咗以神為你嘅王，你寧願喺中間咩啊？承認凱撒為你嘅王，你都要將神帶嚟俾你嘅王摒之於門外。今日我哋自己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哋有冇好似猶太人咁樣，其實將耶穌擺喺十字架上？同樣地，我哋要問自己嘅就係，我哋會唔會自己以為自己返教會就覺得自己好聖潔，好似猶太人？我哋會唔會自己以為我哋受咗浸啦，所以我哋係一個屬神嘅子民，所以我哋就以為我哋自己屬於神嘅國度？耶穌話屬於神國度嘅就會去爭戰，我哋有冇為神嘅國度而爭戰？第三個嘅問號就係，我哋喺中間，我哋會唔會我哋自己以為我哋自己係屬神嘅人，就喺中間亂咁就係話哇嗰個人喺中間忤逆神啊？但係其實根本上我哋冇睇到究竟神嘅睇法係啲乜嘢，我哋自己妄下判斷。神話不可論斷，但係往往最論斷得多嘅係邊個啊？基督徒咪就係我哋自己知道自己不可論斷嘅人。猶太人自己知道唔可以咁樣去批判，但係批判得最多嘅正正就係祭司長、文士、法利賽人。今時今日，我哋亦都好清楚知道，我哋唔可以批判。但係學頭先阿 Yan 話齋，往往批判得最多嘅就係咩啊？基督徒，你咁樣唔啱，你咁樣唔可以，你咁樣唔得，你咁樣唔係唔啱，你咁樣係犯罪。所以呢一段裏面，約翰寫出嚟，你會發覺由頭一路，如果我哋要講翻一個順序嘅話，就係由頭到尾，約翰要去俾緊當時嘅讀者去一個反思，究竟你對耶穌嘅認知有冇改變過？一開始記得嘛？嗰4個人對耶穌嘅認知上面嘅改變，施洗約翰、安德烈、拿但業、耶穌嘅母親，去到乜嘢啊？
第3、4、5章，撒瑪利亞婦人、尼哥底母 ，OK， 官長，去到講緊，其實大家知唔知道耶穌嘅身份嘅角色？佢係生命嘅糧，世界嘅光，羊嘅門，牧羊人，葡萄樹與枝子，生命道路真理。其實我哋呢啲嘅名字同我哋今時今日有冇關係咧？去到再落到去，耶穌臨走之前都將我哋交翻俾神。其實佢好錫我哋，不過個問題就去翻啦。由被捕開始，講緊嘅就係唔同人對於耶穌同耶穌中間嘅關係。被捕去拘捕佢嘅人，俾耶穌嘅名嚇親。彼得理應同耶穌好好關係嘅人，不過結果3次不認主。祭司長唔係祭司長 ，sorry， 大祭司去到總督府，其實由頭到尾講緊嘅嘢，耶穌冇講過啲乜嘢，係我哋將個罪名夾硬生安白做，將個罪名擺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面。我哋對耶穌基督嘅認知究竟係啲乜嘢？有冇因為信耶穌而改變我哋真真正正對耶穌嘅認知？我哋以為我哋係屬神嘅人，不過耶穌講咗一個好大嘅重點，一個屬於神國嘅人會為耶穌基督打仗。我哋今日會唔會只不過係一個，我返教會應該係平平安安坐喺度安忍度日嘅咧？定係我哋就係關心耶穌嘅角度嘅話，我哋就會走出去打仗。打咩仗我哋唔知啊，耶穌要我哋打唔同嘅仗啦。OK，記唔記得到啊？大家，所以約翰佢唔係喺中間淨係一個敘事嘅描述，唔同馬太、馬可、路加，佢哋係對一個敘事嘅描述去講翻究竟嗰件事發生咗啲乜嘢。但係約翰喺呢度好清楚嘅利用耶穌被審呢個狀態，去話翻俾當時嘅人聽，你諗清楚你自己信緊耶穌，信緊啲乜？佢唔係一個敘事式嘅描述，佢係直頭去 trigger 當時嘅人對耶穌基督認知嘅確實性。你係屬於邊個？巴西嘅好似你剛才講話，當時係有幾批嘅猶太人啊嘛。會唔會係約翰係想俾呢啲猶太人睇到，即係俾一啲引子佢哋去反思下？當時嘅呢班猶太人，有啲係跟隨咗耶穌一段時間，聽佢嘅講道理一段時間嘅，有啲比較深啲，有啲比較淺啲。有啲甚至乎唔相信，選擇唔相信嘅人都有。因為甚至乎有啲人未見過耶穌噶嘛。係啊，其實用翻我哋而家嘅角度，聽完一大輪 ，OK， 聽 Kelvin 風講，話 Kelvin 風話，哇呢個世界有個神啊，有個叫耶穌啊，為你而犧牲啊咁。喂，其實我講嘅啫喎，大家感唔感受到係大家嘅問號嚟噶嘛？所以約翰就用唔同人嘅例子，去同呢一班應該係有返教會嘅猶太人，即係有信基督嘅猶太人，因為佢哋開始信心動搖嘅時候，約翰先至要寫呢一封信去話俾人聽，喂，其實耶穌基督係邊一個？
所以你就要去諗翻清楚，究竟你同耶穌基督嘅關係去到邊度？所以你記唔記得我一開始我都講，其實約翰福音咧唔係俾初信嘅睇嘅。嗯，你查到而家呢一度，你就開始明我講咩啦，係嘛？其實未信嘅係唔會睇得明約翰福音嘅，我覺得。始終都係主後幾十年後先寫呢段書，所以嗰段都有幾個 generation 啦。嗯哼。咁其實同我哋今日唔一樣咯。其實我哋今日呢啲全部都係聽人哋講嘅啫嘛。係啊，呢個就係個考驗啦。我哋呢一批聽人哋講信耶穌嘅人，究竟我哋真真正正同神嘅關係喺邊度？嗯，我哋中間好多人唔係講緊淨係環教會，其實好多翻教會嘅人都講緊 in general， 其實好多都仲係翻教會嘅啫。其實同入廟拜神冇分別嘅。嗯，我哋好多時，我哋以為我哋由細到大聽耶穌嘅人，但係其實好可能就係耶穌講呢啲，你信我咩？你係邊位啊？所以其實你 Alex，你頭先問，其實猶太人有咩深仇大恨？其實個問題唔係在乎於猶太人有幾深仇大恨，個問題係在乎於究竟其實猶太人覺得自己係邊個？而猶太人已經喪失咗佢哋自己對身份嘅認知。嗯，佢哋呢頭話佢哋自己係屬於神國嘅人，但係耶穌就問：喂，屬於神國嘅人係咪應該為神爭戰呢？你哋話你哋屬於神國嘅人，但係你哋話你哋淨係得凱撒係王喎。所以其實呢度反映出一樣嘢，所以話要去答翻你頭先個問題，唔係在乎於究竟其實猶太人本身對耶穌嘅深仇大恨，嗯，而係究竟佢揾唔揾到自己嘅身份同埋角色究竟係啲乜嘢？用另一個角度去諗，如果突然之間我話俾你聽，OK，其實我好鬼憎阿 Yan 啊咁其實大家就會問啦，哇，你同阿 Yan 有咩深仇大恨啊咁？但係其實可能根本上由頭到尾唔係因為阿 Yan 做咗啲乜嘢，或者我做咗啲乜嘢，而係我哋兩個中間嗰個嘅身份同埋角色中間嗰個嘅困難，令至到我對佢有任何嘅一啲嘅 interpretation，以致我對佢有深仇大恨啫嘛。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對我做嗰啲咩衰嘢，我都只係笑兩句。係，阿英講笑啫，阿英衰啫，係啊，冇嘢 OK 啊，冇啊，過眼雲煙冇事噶啦。其實唔係我對佢嘅深仇大恨，係因為我覺得我有權喺中間，我覺得阿 Yan 係一個衰人，所以我嬲佢啫嘛。係。如果我唔覺得佢係一個衰人，我嬲佢啲咩啫？嬲嚟都嘥鬼氣啦。我哋今時今日好多時，我哋嬲一個人就係因為我哋唔識得去愛嗰個人，又或者我哋自以為我哋自己有一個審判嘅基準，我覺得佢係唔值得被愛，所以我先至嬲佢，或者我唔愛佢啫嘛。其實猶太人咪就係企咗喺呢個位咯，佢哋覺得耶穌係唔值得被愛，點樣都要揾個藉口整死佢。因為佢哋唔愛嘅，正如耶穌講，佢哋反對嘅唔係淨係因為佢係想反對差佢來嗰個啊嘛，記唔記得耶穌講過？嗯，所以其實約翰係一路寫落嚟，全部啲嘢都係跟住落。其實由提到尾喺呢一度就要凸顯咗猶太人自己嗰種嘅悖逆。所以點解佢咁輕描淡寫嘅去寫呢個比拉多？唔係喺中間話比拉多係一個好人，只不過比拉多唔係將耶穌擺上十字架嗰個。
即係約翰要表達出嘅就係彼拉多唔係將耶穌擺上十字架個，猶太人先至係釘耶穌上十字架。一批自命信神嘅人，自命屬神嘅子民，將神擺上十字架嘅上邊。有冇分享啊？或者有冇啲咩睇法？我感覺到耶穌係最拉尾嗰個 moment，佢都冇為自己解釋得太多，即係好似 Let it be 咁樣嚇，我已經係 destined 咗係上十字架噶啦。嗯哼，咁啊，好似拉尾冇講太多，即係約翰就冇敘述太多嘢咯。呢個亦都係約翰就係專登就係，其實耶穌唔講嘢都冇意思噶嘛。你信就係信，你唔信就唔信，即係等於翻佢同祭司講，唔係佢同阿拿講，喂，唔係我講啲乜嘢啊嘛，我哋聽乜？人哋聽乜嘢啊嘛？你覺得我錯嘅，你咪罰我咯。佢同阿比拉多講咩啊？喂，唔係我話我自己係王，我係你講嘅喎。我嘅國係啊，我係王，不過我冇講過係佢哋嘅王。其實耶穌唔係冇解釋，不過約翰用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其實佢講嘅嘢係我哋冇人明。你記得我成日都講喺約翰嘅描述嘅裏面，其實耶穌講嘅嘢係大部分都冇人明嘅。你諗下，一路數落去，由尼哥底母唔明 ，OK， 明嗰個反而係撒瑪利亞婦人 ，OK， 長官唔明 ，OK， 一路落其實冇人明佢講緊啲乜嘢。世上嘅光明咩？生命嘅良明咩？道路真理生命明咩？個問題就係我哋去到最後，其實如果我哋再加埋下一卷講耶穌十字架上面嘅死亡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由頭到尾去到最後講一句就係你信定係唔信，冇得解釋。因為耶穌講嘅解釋，你根本上冇可能明。正如你記唔記得17章嗰度講，你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咩將你愛我嘅愛去交俾人。喂，其實根本上呢啲嘢講完出嚟都冇人知我講乜。仲有人有分享？冇嘅話咧，就我哋大家喺中間彼此鼓勵、彼此反省啦。因為呢一段真係喺中間係去到約翰福音嚟到拉尾嘅時候，約翰真係一個好當頭棒喝嘅去講究竟你係邊個。好嘛，我哋一齊祈禱好嘛。我哋嘅天父主啊，多謝你俾我哋今日嘅提醒。我哋究竟係屬於邊個咧？我哋話我哋係屬於你嘅人，但係其實可能根本上你話究竟你係邊位啊？咁神啊，我就求你嘅靈與我哋同在，讓我哋無時無刻都被提醒，以致我哋知道我哋係屬於神你嘅人。我哋亦都係要被提醒，一個屬於神你嘅人，我哋要為你爭戰。我哋亦都要被提醒，一個屬於你嘅人，我哋無時無刻都係為你而活。但係我哋又能唔能夠真係為你而活，為你爭戰呢？天父啊，我就求你祝福我哋，讓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唔係平平無奇、平平順順嘅過日子。你話屬於你嘅人，我哋係要爭戰。你亦都講過，屬於你嘅人係要被世界嚟到去憎惡。天父啊，求你俾我哋睇得清楚，究竟我哋作為一個門徒嘅角色究竟係啲乜嘢？
定係究竟我哋只不過係一個返教會嘅信徒咧？嗯，天父啊，我就求你祝福我哋，帶領我哋，讓我哋無時無刻嘅被提醒，讓我哋緊握住主你俾拖住我哋嘅手，以致我哋唔會被離棄，以致我哋唔會失腳，以致我哋唔會跌倒。天父啊，我就求你祝福我哋，帶領我哋。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門。啱啊！ OK，好，多謝唔該晒咁多位，thank 多 you，謝。早唞。係，拜。係，拜拜。